新石器时代的大粪坑文化，离咱即马呢，差不多是有5000年啊，是台湾目前发现到上界古早的文化。这个时期也已经发展出呢农业种植遗址也挖到真侪土器甲石器等等。13项博物馆甲这考古知识用台语绘本的形式出版做出，要线顶的有声版本，希望让绘本正做民众认捌史前文化的一种方式。砖头的人当咧做土管啊。因甲锁啊，放踮管仔身顶面，拍出水水的花草。透过鸟头奖的目睭去看台湾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大粪坑的生活，也带出1960年代遗址考古的过程。这是13项博物馆做的线顶台语绘本，都合作对鸟头奖行大粪坑古路。这嘛是博物馆第一本全台语出版的绘本。博物馆表示，因真注重考古文物和名词等等的翻译，爱有台语开。针对大粪坑的地号名，嘛参考侪在地人的台语讲法。我较常听到是大粪坑，因为是讲大粪啊，甲细粪的一份一份。啊嘛有许多人讲大粪坑，因为遐有崩过；啊有人讲大粪坑，因为伊的形质像一个粪斗的。我嘛是感觉伫参与的过程足深刻的。啊，倒一种讲法较是正确的，无确定，所以阮伫内底嘛有甲写出来。大粪坑考古遗址就伫咧新北市八里的观音山附近。博物馆讲，真侪研究拢指出，台湾是南岛彝族的发源地。目前发现上早的文化，就是大粪坑文化。地位记者也出土圆山文化13项文化等等无共年代的文物。这13项博物馆嘛拢有介绍。官方表示，因的台语导览已经做超过10年啊，伊嘛真注重语言甲土地的连接。即几档下来注文讲台语导览，足侪拢是少年的家庭，少年阿爸阿母要互囡仔会当听台语。去年阮嘛办大粪坑的台语行道，阮有请一个生态专家阿定来带路，啊，大家去小解遐个标本、遐个动物食物。除了展览研究典藏等等，博物馆认为语言本身就承载土地的记忆，伊嘛希望透过甲考古知识转化做台语文本，互绘本正做民众认捌史前文化一种方式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莲新北报道。